歡迎收睇節天氣報告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。現時溫22.9度，相對濕度50%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。本港方面，下午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喺50%或以下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明早市區最低氣溫約19度，新界再低幾度，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溫約25度，吹和緩東北風。展望下周持續天晴乾燥，日夜溫差頗大。星期一日間溫暖，下周中期早晚清涼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為廣東帶來大致良好嘅天氣，各區日間溫暖，日夜溫差頗大。預料季候風補充會喺星期一晚上至星期二初時抵達華南沿岸，隨後兩三日該區早晚清涼，日間非常乾燥。今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